嗨，大家好，我是躺平叔，今天是2026年3月16号。这一期咱們繼續聊聊恒大清盤，聊聊中國的房地產。今天這個比較重要的新聞呢，就是國家統計局公布了2月份商品住宅銷售價格這些數據我們一起看一下財聯社3月16日電，國家統計局數據顯示2026年2月份總體看70個大中城市商品住宅銷售價格環比降幅繼續收窄，同比下降，新建商品住宅銷售價格環比上漲或持平城市個數比上月增加。2月份一線城市新建商品住宅銷售價格環比由上月下降 0.3% 轉為持平，也就是2月跟1月比，一線城市這個新房它沒有再下降了，持平了。其中北京和上海均上漲 0.2%， 廣州持平，而深圳是下降 0.3%。2、3線城市新建商品住宅銷售價格環比分別下降 0.2% 和 0.3%， 降幅均收窄 0.1個百分點。70個大中城市中，新建商品住宅銷售價格環比上漲城市10個，持平城市7個，這個一共比1月份多了9個，這是新房的情況那麼2月份一線城市二手住宅銷售價格環比下降 0.1%， 降幅比上月收窄 0.4個百分點。其中北京和上海分別上漲 0.3% 和 0.2%， 廣州和深圳分別下降 0.5% 和 0.4%。2、3線城市二手住宅銷售價格環比分別下降 0.4% 和 0.5%， 降幅均收窄 0.1個百分點。這個怎麼說呢？樓市小陽春僅限於北京上海，也就是你看北京上海新房二手房環比都是上漲的，漲了一點點，就比2月份比1月份漲了一點。這個國家統計局的數字無論是新房二手房，北京上海2月份比1月份都漲了那麼一點，環比同比那肯定是下跌的，不用說了。那這個是不是意味着北京上海就穩住了呢？後面就開始走 L 型，還是說 V 字反彈？那麼2、3線城市包括廣州和深圳，那無論是新房二手房好像都是在下跌，只是跌幅收窄，跌幅小了一點。你從這個數據上看說這個樓市小陽春也說得過去，價格沒再跌了唄，对吧？就是北京上海還在反彈，漲了一點。2、3線城市呢跌的沒以前快了。那麼不能不說積極的信號，環比降幅連續收窄，新建住宅一線轉為持平，2、3線各收窄 0.1個百分點，上漲持平城市數量顯著增加9個，对吧？這個是2025年以來最明顯的止跌跡象，但不代表它是止跌就是說這個跡象像是在止跌。長春、南京、宜昌等城市領漲 0.3%， 顯示部分2線城市也是局部回暖。北京、上海二手房轉漲，說明存量市場流動性改善，業主信心略有修復。對這個數字一直看我節目的應該這個早有預料因為在去年年底我就說了，這個4月之前、5月之前吧，都是小陽春數據房價漲一點，房子多賣一點，二手房多賣的都很正常，只是預料之中所以這反而是那些你想賣房的就已經把房子掛出去想賣的，你趕緊趁這個機会賣吧，不要再等着漲價跟人家，对吧？還要坐地起價，趁着機会賣，過了這個村就沒這個店了。當然了，你不想賣的你不要湊熱鬧。剛才說的都是環比也就是說这跟炒股票一樣的，它一直在下跌之中，在下跌之中突然到了2月份它稍微停住了，這個北京、上海反而勾頭向上，而這個2、3線城市下降也沒那麼陡峭了，給人感覺是不是這兒就要停住這麼個印象但是同比呢，那不好意思，同比是全面下降，而且還在擴大。一線城市同比就是2月份跟去年2月比下降了 2.2%， 新房2線城市这個下降 3.1%， 擴大 0.2個百分點。一線城市是下降 2.2%， 降幅擴大 0.1個百分點。但是一線城市裡面唯有上海例外上海新房同比還是漲 4%， 這個我們以前節目裡面也反覆強調上海是個另類，是個異類它就是因為那個豪宅賣的太多，30萬一平的房子賣的多，那就受影響。馬雲呢收入也多了，然後我們平均收入也多了，对吧？但是只有你个人，对吧？你那個賬戶上錢到底多沒多，那只有你自己知道，說不定還少了，就這意思但是這個北京、廣州、深圳這個新房同比北京是下降 2.3%， 廣州是 5.1%， 深圳是 5.5% 下降也就是你去年在深圳2月份買的房子100萬買的房子，那你現在它就值多少呢？值945萬，5.5萬已經沒有了。那新房
啊，三線城市同比下降是4%，降幅擴大0.1个百分点。那二手房呢，一線城市下降7.6%，這是持平；二線城市下降6.2%，也是持平；三線城市下降6.3%，降幅擴大0.2個百分點。這都是同比啊，跟去年2月比。二手房，所以我們要看積極的信號的話，那就是北京、上海新房、二手房，穩住了，甚至還小幅反彈。然後這叫環比啊，然後這個二線、三線城市環比跌幅也小了一點，那這個符合小陽春的一些特色。但是跟去年一比，那你還是在下降通道之中啊，而且降幅還在擴大。那大家怎麼看？樓市穩住了嗎？所以我們不得不說啊，就是環比收窄，那是個積極信號，但是止跌仍不穩固。中指研究院對此解讀啊，他認為啊，環比收窄是政策托底加市場自發修復的結果，但同比降幅擴大表明調整仍未結束。2020年全國新房銷售預計繼續下降6%到10%，投資負增長態勢難改。易居研究院嚴躍進認為啊，他是1月環比降幅已收窄，2月繼續收窄，且上漲城市增加，說明止跌信號正在積累，但同比仍降，也就是同比降得還厲害了，表明市場仍處築底階段。簡單點說啊，就是這個小陽春呢，叫止跌信號進一步加強，但力度十分有限。環比止跌信號增強，有助於穩定市場預期，降低開發商降價促銷壓力。部分城市二手房交易或繼續回暖，同比下降增幅擴大，加上庫存高企，部分開發商現金流仍緊張。3到4月傳統銷售旺季，若需求未明顯釋放，價格可能再次承壓。我們再看看啊，這個路邊社啊，就是老是報道小道消息的路邊社啊，他在這個國家統計局公布房地產這個數據以後啊，他就發了一篇報道。他是報道這麼說的，他說中國2月份新房價格繼續收縮，官方數據顯示，儘管一些大城市出現改善跡象，但陷入困境的房地產行業距離復甦仍很遙遠。根據路透社根據國家統計局數據計算，新房價格同比下降3.2%，較1月份的3.1%，跌幅進一步擴大，為8個月來最大的同比降幅。你看人家看的角度也不一樣了啊。環比方面，價格下跌0.3%，較1月份的0.4%，跌幅略有緩和，月度跌幅放緩是一個積極信號，但市場仍處於調整階段。中原地產分析師張大偉表示啊，國家統計局數據顯示，70個大中城市中有53個城市新房價格環比下降，較1月份的62個有所減少，上漲城市有10個，持平城市有7個，合計比上月增加9個。一線城市新房價格環比由上月下降0.3%轉為持平，二手住宅價格環比降幅也明顯收窄。這數字咱就不說了啊，剛才都說過了，都一樣的。這個結論啊，他說啊，自2023年5月以來，中國房價未出現單月環比上漲。中國“十四五”規劃結束，“15五”規劃開始強調改善房地產發展模式，包括控增量、去庫存、優供給和推進城市更新。但分析師認為啊，當前高庫存、居民就業與收入預期偏弱、購房負擔能力下降等問題仍未根本解決。儘管政策持續加碼，但房地產市場復甦仍需要更多的時間。瑞銀中國首席經濟學家胡宇表示啊，需求端疲軟是核心制約因素，而標普全球評級近期下調2026年中國商品住宅銷售預測值，也就是說啊，2026年還要下降10%到14%，認為供應過剩將繼續壓低價格，預計房價整體下跌4%左右，也就是瑞銀認為我們2026年房價還要下降4%。路透社季度民調顯示，2026年全國房價預計下跌4%。這個他在這個2月份國家統計局這2月份數據出來之前啊，他的民調預測是2.8%下跌啊。現在2月份的這個數據一出啊，他們就改成下跌4%了，也就是更悲觀啊。但是他們認為2027年會持平。這價格啊，2028年微升0.5%。路邊社他認為我們今年還要跌4%啊，明年啊就好了，持平了，後年微微的漲0.5%。不過啊，分析師警告啊，他如果宏觀政策無法有效提振信心，可能導致抵押貸款違約和負資產案例增加，進一步擾亂市場。政府已推出多項政策和措施，包括專項債、收購閒置土地用於保障房、城中村改造貨幣化安置、白名單融資支持等，但
機構普遍認為，這些措施雖有助於緩解流動性壓力和局部去庫存，但難以快速扭轉整體需求疲軟局面。結論是他說一位不願具名的外資銀行中國經濟學家表示，為什麼不願具名呢？不願說明呢？因為对吧？你說的這個結論不受歡迎。結論是什麼呢？他說房地產調整仍在進行中，短期內難以出現微型反彈，核心城市優質資產可能率先企穩，但3、4線城市去化壓力仍大。也就是說，就是目前這個局面也不要想着什麼微型反彈，房價马上漲了你也追不上了，不要有這個想法。说来说去，也就是核心城市優質資產也率先企穩。實際上我覺得這個企穩都夠嗆，因為統計局給的是一個宏觀的數字，對吧？具體到我們以北京為例吧，你具體到北京，你知道哪兒房子會漲，或者什麼地方房子它不跌穩住了，什麼地方房子還要跌，你知道嗎？根本沒法知道。那個德胜学区房到底了嗎？对吧？海淀那邊的中关村那些学区房到底了嗎？不好說说不定它現在就是底，說不定它還要再跌個30%、50%都有可能。所以我在想核心城市優質資產或者叫核心資產，那恐怕也跟韭菜沒什麼關係。那玩意估計就是有那價格也很貴，韭菜只能是可望不可及。动不动对吧？至少1000萬以上吧，2000万，你说说吧。普通牛马韭菜幾輩子才能賺這麼多錢呢？所以作為普通的牛馬韭菜，把這些無效信息屏蔽掉，就什麼核心城市、核心資產，反正跟你也沒關係，把它去掉，那你得出的結論就是還要跌就你能買得起的房子都有可能要跌，就這意思。但是也不全是悲觀也就是說，好歹這個小陽春，你看到北京、上海好像穩住了，但是絕不是中介和媒體說的回暖，然後是爆火，什麼上海二手房交易那個平台都已經宕機了系統崩潰，據說是周5吧還是周6，火得一塌糊涂。這個都是這叫個別現象或者叫偶然現象，甚至我認為這個很多專家說這叫結構性復甦。小陽春，我認為這個都算不上。什麼叫結構性復甦它談不上復甦就像炒股票的這個股票暴跌對吧？從高位到現在已經跌了60%了，現在到了下面它跌得慢了一點，你很難說它就是底部。從高位下跌，它也不只是說一直跌下來，它中間允許它反彈一下，这個大家能理解吧？对吧？你这不可能是一直跌那中間彈一下也很正常，但是彈完了之後還要跌，對吧？彈完了之後說不定跌得更厲害。還是統計局的數據說這個中國1、2月全國房地產開發投資同比下降11.1%，新建商品房銷售面積同比下降13.5%。那你要這麼一看的話，那就更糟糕了也就是新房價格好像環比沒什麼太大的變化穩住了，但是它銷量下降1到2月全國房地產開發投資延續降勢，商品房銷售面積同比下降。3月16號周一就這個國家統計局公布的數據顯示，1到2月份新建商品房銷售面積9293萬平方米，同比下降13.5%，降幅比上年擴大4.8個百分點。其中住宅銷售面積下降15.9%，新建商品房銷售額8186億元，下降20%，降幅擴大7.6個百分點。其中住宅銷售額下降21.8%。你看銷售面積下降15.9%，銷售額下降21.8%，銷售額下降的更快。所以說這個住宅的新建住宅銷售價格是不是在下降？但是它這個說的是同比也就是銷售價格下降的更快。所以我們可以得出個結論，對吧？2月份這個是在長期樓市下降的這個通道裡面有一個小小的波折。遠的不說如果這個數字它能堅持到5月份，就是5月份它還是這樣，那它就是你可以說它差不多短期見底了。現在是3月，對吧？我們看4月、5月怎麼樣？每日經濟新聞報道廣深樓市小陽春來了，二手房成交遠超新房，部分審盤成交周期縮短至1周以內。這個不管怎麼說國家統計局公布的廣深樓市新房、二手房都不咋地嘛，對吧？二手房還在下降的，這2月份環比、同比都在下降，所以說這個媒體你瞎吹也沒用。當然了，3月份是不是好一點咱們看看他說的3月份怎麼樣。文章說他說3月歷來是樓市傳統旺季，金3銀4的成色直接關係全年市場走向。2020年開春，廣州、深圳先後走出春節假期成交低谷，看房量
成交量同步回升，市场暖意不断擴散。每日经濟新聞记者走訪部分楼盘，对话中介门店与多家研究機構了解到，本轮广深小阳春已實質性到來，同時市場邏輯已迎來顯著改變，一些熱門小區的筍盤正在逐步消失，掛牌房東的議價空間變小。筍盤什麼意思？他這個解釋了一下啊，筍盤就是這個價格啊明顯低於同區域同類型房源，也就是高性價比。像這種房子越來越少了，也就是房東不願意再降價了。其中說，廣州和深圳均呈現出二手房全面領跑態勢，成為比此波小陽春回暖的主力。而新房市場整體呈現深度分化。今年以來，深圳新房供應量同比去年有所下滑，廣州核心區豪宅火熱，剛需盤仍靠讓利走量。可以說，二手市場格局顛倒，供應端結構重塑，構成這一輪小陽春最鮮明的特徵。本輪廣深樓市小陽春正由二手房扛起主力大旗，市場底層邏輯已經改寫，從數據到一線體感，二手房都在主導回暖節奏。深圳二手房率先引爆行情，成为本輪復甦的核心引擎。樂友家門店監測顯示，春節二手房簽約量環比大漲132%，創下2024年3月底以來的最高值。而截至2020年2月，深圳二手房住宅的成交均價已回暖至6.2萬元每平米。這個跟那個國家統計局統計的這個數字有點出入啊。國家統計局公布的啊，二手房深圳市環比下跌0.4%，同比呢跌得更多了啊。為什麼這些媒體啊，有些專家呀，他解讀非常不靠譜啊？大家還記得前一陣子對吧？什麼自然資源部出台了一個38號文，好多媒體啊，房吹中介開始鼓吹說對吧？以後不供應這個住宅用地了，新增用地原則上不用於什麼經營性房產開發，他們一解讀成什麼沒地蓋房子了，所以房價要暴漲。所以你手上有房子千萬不要賣，因為以後國家不給新地啊，再不批新的地用於開發房子了，是不是好多這種解讀的？我記得我也解讀了一下啊，我覺得這個他是對這個咱們這個土地政策不了解，好多人就在那兒以訛傳訛。結果今天啊，澎湃新聞專門刊登了一個報道，標題叫停止房地產供地，打個問號啊，如何理解自然資源部提出的新增建設用地原則上不用於經營性房地產開發？3月16日，自然資源部舉行例行新聞發布會，並就自然資源部、國家林草局近日聯合出台的就是這個38號文啊進行解讀和介紹。針對市場高度關注的房地產用地供應問題，自然資源部相關負責人在會上明確表示，新增建設用地原則上不用於經營性房地產開發，不等於不供應房地產用地。你看啊，這些房吹、這些專家、這些媒體，他就在混淆視線，因為他對咱們這個土地流轉、這個土地變性，他根本就不懂，所以他就簡單的認為啊，這個不供應新地、新增用地用來開發房地產，所以房子供應減少，房價要漲。這裡面還有房地產專家孟小蘇啊，他在前一陣子他拍了個視頻，我不知道我節目有沒有介紹，他那個視頻啊，標題就叫自然資源部38號文件落地，樓市真的要變天了。樓市怎麼變天呢？他那個視頻5-6分鐘啊，我就不放了，我給大家複述一下，如果大家看自己在網上找去啊，找他視頻網上到處是啊。他整個視頻的意思啊，就是說2026年是15開局之年，也是房地產從防風險轉向穩盤根基的關鍵切換點。說自然資源部38號文2大核心條款直擊供地端。孟小蘇說啊，他第一個是新增建設用地原則上不得超過盤活存量土地面積，就是存和增掛鈎，就是增地和存地掛鈎，逼地方政府先啃存量硬骨頭，再申請新增指標。第二個是新增建設用地優先保障重大項目和民生事業，原則上不再用於經營性房地產開發。這孟小蘇他就說啊，這意味着未來商品房供應將大幅壓縮，大城市新房量可能僅為歷史高峰期的20%以內，主要靠城市更新、城中村改造、舊城改造等方式盤活存量提供。遠郊邊緣地塊批地難度加大，地方政府更傾向把好地段，就主城區啊、地鐵口啊、學區留給優質住宅項目。就是孟小蘇啊，他得出結論啊，他對普通人最直接的影響，那就是新房越來越少，核心地段
段好房子物以稀為貴，價格上漲壓力增大，優質二手房將成為改善型需求主戰場。手裡握着1、2線核心資產的朋友，不要輕易賣出，這是未來5年最佳置換窗口。3、4線非核心房產建議盡早置換到強2線及1線優質地段。孟小苏他說啊，政策信號明確，房價總體穩定回升是大趨勢，守住核心城市優質資產就是守住家庭財富底氣，別在黎明前倒下，現在正是布局最後機會。這孟小蘇啊，他說啊，這個自然資源部38號文件落地，樓市要变天了，建議大家把这个2、3線、3、4線城市那些房子賣掉，到核心城市，也就是北京、上海，買核心資產。在北京、上海有核心資產的，一定要捂住了，不要輕易賣出。1、2線城市，也就是在北京、上海有核心資產的，恐怕也沒空聽他講這些東西，也不關心。聽他講的恰恰都是手上有這個3、4線城市房子的非核心資產。首先啊，他對自然資源這38號文，他就搞錯了。如果我說他搞錯了呢，那還不夠權威。人家自然資源部啊，今天對吧，在這個新聞發布會上就說了，他這麼說的啊，他說新增建設用地優先保障重大項目建設和民生事業發展，原則上不用於經營性房地產開發。他說這一表述引發市場關注，部分解讀將其誇大理解為限地令，停止房地產供地。自然資源部自然資源開發利用司司長孔維東在新聞發布會上表示啊，城市建設用地既包括通過徵收轉用形成的新增建設用地，這就是我說的啊，你在犄角旮旯上找一塊地，把它復墾變成耕地，你把它變成耕地，然後你在城市郊區啊，那個耕地啊，你可以把它搞一塊變成建設用地，這樣保持18億畝耕地紅線不變，明白了吧？這叫新增建設用地。但是新增建設用地你不光靠這個復墾搞來的吧，你還可以通過這舊城改造啊，對吧？低效用地再開發啊，這些都是。所以說連孟小蘇啊，恐怕他雖然是什麼中國房改什麼課題組組長，也是專家，但是對中國的土地流轉啊這些制度恐怕還沒有我了解清楚。我不是專家，對吧？但是我經歷過，我幹過這事啊。文件中明確新增建設用地原則上不用於經營性房地產開發，這不等於不供應房地產用地，而是更重點用好存量資源，精供優供，因城施策，把握好供地的節奏和時序，優先布局區位優勢，配套完善區域，促使企業拿好地建好房，不斷完善城市功能，提升市民生活品質。你看啊，這個自然資源部他專門解釋了啊，這個地是怎麼來的。你看啊，也跟我說的是一樣的啊。他說新增建設用地是指依法批准將農用地什麼呢？就是含耕地、林地、草地啊，這個是18億畝這個紅線裡面的啊，農用地。我給大家解釋一下啊，就有的人農村的老頭老太太在自己家門口啊，路邊上，房前屋後刨出一塊地種菜，那個不算啊，那個不算耕地什麼林地啊，那個是你自己的，這就不算在18億畝裡面。有的地方跑那個河灘上開墾，那個也不算這個耕地。但是有關部門通過變更，對吧？通過什麼它要達到一定標準呢，然後把它算作耕地，那你耕地不就多了嗎？多了你就可以在城市周邊把一塊耕地給它變成建設用地。你看這個自然資源部說啊，通過徵收轉用審批程序，首次轉變為建設用途的土地，也就是把本來是農業用地，對吧？這個耕地、林地、草地，你把它變成建設用地，這種通俗理解就是把農田、荒地變成城市建設用地，通常發生在城市邊緣向外擴張區域，這類用地往往在城市外圍，但現在已不是過去攤大餅式開發年代，城市重心已轉向盤活存量、消化庫存。這幾年各地新增供地已回到中心區，利用地段配套打造好房子。好了，差不多我解釋也就這樣了啊，能理解就理解。總之啊，不要被這些什麼房吹啊、炒房的中介啊，還有偽專家啊這些實際上也不懂的專家在那忽悠帶偏了。實際上你就是不懂這些政策不要緊的啊，你只要懂得現在反正房子賣不掉，你房子賣不掉，你在城市周邊你搞塊地蓋房子幹啥呢？就是自然資源部允許你地方政府這個城市啊把那塊地搞作住宅用地，你也賣不了啊，是不是這個邏輯啊？現在市場對吧，在這兒我們反過來說，假設現在房子還好賣很火，房子只要一開發就賣掉了，又是強，那政府一定會想方設法的啊，在郊區搞地蓋房子，你擋都擋不住，你能擋住人家發財嗎？你能擋住地方政府賺錢嗎？人家要賺錢發工資啊，你不批人家有辦法。所以炒作停止供地，然後房價就漲，這都是胡說八道，本質上是房子賣不掉，土地
土地啊，你再批来批去没用了，是房子过剩啊，房子过剩导致这个实际上土地也过剩。但是呢，你不能否认这个核心地段的土地啊，它还是有价值的。但是我刚才也说了啊，这就是悖论。核心地段的房子跟咱们绝大部分韭菜也没关系，我们绝大部分韭菜能买得起的房子，它又不是核心地段的，你说怎么办？相反啊，自然资源部利用这个新闻发布会来回答这个热点问题，那有辟谣的意味。那辟谣呢，某种程度上啊，大家可以分析，那就是政府他不希望大家误解，以为又要炒房子了，房价又要暴涨了，是不是这个意思啊？因为现在自媒体啊，很多专家解读就是房子要暴涨，因为这个不供地了，人家马上出来辟谣，不是这意思，那就说明就是政府某种态度上他并不指望啊，或者并不主观上要去推动这个房价，是不是可以这么理解？所以反而你炒房的啊，应该感到绝望才对。好不容易有一个朦朦胧胧的利好，对吧？本来还借着炒一下的，結果人家馬上一盆冷水就過來了，這不恰恰說明政府並不希望啊房價再暴漲。所以炒房的啊，千萬不要誤解。好，這期節目咱們就聊到這裡，感謝大家收看。如果喜歡我的節目，歡迎訂閱轉發，也可以在下方留言評論。謝謝大家。